Hello，大大家好。家好。此時此處此模樣，呢一個咧係一個音樂劇嚟嘅，咁啊同普通嘅演唱會好唔同啦。我哋會係用一個劇嘅形式咧去同大家分享由70年代至到而家好流行嘅廣東歌。最初收到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，咁我都會自己用一個演唱會嘅心態去準備佢嘅，慢慢會覺得其實我哋唔係一個簡單嘅演唱會。咁個劇裏面，大家都會感覺到佢哋嘅時代嘅變遷啦，同埋人同事嘅變化啦，咁樣嘅。我自己覺得即係幾個短劇串埋一齊嘅時候咧，可以更加清楚表達到唔同年代嗰個氣息咯。劇透少少啦，我哋會提到70年代嘅時候咧會標會喎，咁究竟標會係啲咩嚟嘅咧？我自己都要研究下先。我會發覺原來70年代至到而家我長大嘅過程裏面咧，回想翻一啲事咧，令我好大嘅感觸嘅。其中有幾 part 咧，其實咧我哋排嘅時候，我都會覺得有啲感觸嘅，因為可能喺以前自己嘅生活片段入邊都出現過類似咁嘅情景。我哋都會講到80年代咧，我哋當紅嘅兩位男歌手啊，張國榮同埋譚詠麟。我記得當時咧，我應該係讀緊小學啦。咁啊，我係譚詠麟迷嚟嘅，咁我啲朋友咧就係張國榮迷嚟嘅。咁啊，記得真係當其時咧，因為佢哋兩個我哋喜愛嘅歌手咧，都真係為咗自己嘅爭贏每一年嘅最受歡迎男歌手咧，而係即係有啲拗撬啊咁樣。呢個真係好深刻。我係中意以前嘅年代多啲，因為大家嘅人情味會比較濃啲啦，大家 close 多啲。因為唔好似而家咁樣啦，大家都係隔住個電話啦，打下信息就算嘅。以前嘅觀眾就會覺得，哇，最緊要歌手唱得好啦。但係而家嘅觀眾咧，都係真係有唔同嘅接受嘅程度啦，亦都佢哋會從唔同嘅角度咧去欣賞一啲而家嘅歌手啊咁樣。咁希望大家可以6月4號多多嚟支持。6月4號，此時此處此模樣，上環文娛中心見大家。咁啊，大家記得6月4號上環文娛中心，此時此處此模樣，到時見。